继续来看这个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泡泡第2团昨来出发，但是包括这个旅行社领队甲游客，总共共啊只10个人。啊，这个首发团昨暝嘛回国了，但是要离开机场的时阵，煞因为坐客停车的这个地点甲动线，甲机场的人员去考核。 经过采检，台北旅游团第2团 PCR 检查拢是阴性，第日昨下早出发。不过含头1团比有100多个人，第2团包括旅行社领队、游客，拢总共有10个人。所以即使是只有2到3位旅客，我们只要有人报名，我们公司就会派领队随行出发。 大头城林小姐规家伙3个人参加，共3个人团费要20万。虽然比疫情进前贵真多，不过嘛是真期待会当出国。觉得没有像之前回来是整个要居家检疫，我觉得已经比去年好很多了。 第2团出发，头1团共1天嘛回来啊。游客依照防疫规划，和一般游客做分流入境，免税店安排因专门的购物商店，都含便所甲通关柜台拢有分。游客讲，出去这抓过甲真幸福。一直顺着那个他的指挥一直走，所以就蛮简单的啊，就好像很有贵宾的感觉。 不过到台湾了后，因为帛琉旅游唔免居家检疫，唔免坐防疫的客停车，头1团成员要动去，爱家己动去，要叫客停车所含投机的工作人员出现超袂好势进行。 然后我们叫了车，现在又说我们不能坐。应该是第1天，所以整个联系上有点问题而已。可是车辆绝对是足够。车爱去倒位等，家己叫车先怎袂当坐，两边沟通出现问题，和游客险要掠讲。投机工作人员嘛承认，因为是头1团，第1摆出现这个情形，确实有较乱，因会做检讨改进，要游客欢喜出国，啊回国煞去甲规巴都火。